澳門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貪污案掀起另一高潮，本港富商劉鑾雄同埋商人兼南華足球隊足主羅傑承被澳門檢察院刑事起訴行賄同埋清洗黑錢罪。華人置業喺星期四發表聲明，指主席兼行政總裁劉鑾雄否認上述嘅指控，並將會繼續留任。而原來本港嘅廉政公署喺06年就首先發現有關歐文龍涉及貪污案嘅蛛絲馬跡，而當時作為本港特區之首嘅貪曾，對案件來龍去脈知得一清二楚。有人更加即時向北京報告，案件由澳門接手調查處理，令到香港置身事外。據知當時已經惹嚟本港負責調查嘅前線人員不滿。有可靠消息就話，北京見歐文龍案越牽越深，下令必須要嚴加處理，有可能會發現更加多同埋身份更加敏感嘅涉案人物，火頭更加可能燒至同富豪關係千絲萬縷，兼曾經到過涉案地段樓盤參觀嘅貪曾身上。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